哇，大家觉得何英老师唱的好不好？要不要再来一首？哇，群众的呼声这么大哦，何英老师，我们再来一首好吗？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有请2位重量级老师，何英老师和陈雪萍老师共同为大家带来《梁祝》选段《18相送》，掌声有请。非常高兴，真的，我讲2句话可以吗？因为今天晚上我首先要感谢我们的吴总，还要特别感谢今天晚上我们的最难得的嘉宾何英，因为刚刚前2天我在美国参加一个中美建交40周年的活动，我们遇上了。那么，假如没有遇上我们何英老师，就没有我今天这个机会。所以我要特别感谢何英，我心目当中的真的女神。真的太激动了，我也太激动了。然后呢，今天还要抱歉的跟各位乐队老师说一下，因为我们来的匆忙，因为来不及跟他们排练，所以我们只用了伴奏带，失去了一个跟你们很好的合作的机会，表示蛮遗憾的。下次有机会再合作。非常高兴，感谢你，真的感谢天台的所有的父老乡亲跟领导，谢谢你们。因为我是唱副派的，那雪萍呢是唱范派的，那我们都是范老师和傅老师的传承人，所以今天真的非常高兴能在这里为大家演唱《18相送》。谢谢，开始。路远迢迢真来盼。
金刚100。好啊！观音堂，观音堂，送子观音，送上房。观音她是美来走啊，我与你两兄来拜堂啊。天地越深越荒唐，两个男子真悲堂。小弟你讲错了，下次不可。下次不可。好了好了，快走吧。两兄，你我红颜两分开，问两兄你家中可有期望配？你早知与兄弟婚配，今日相问为何来？要是你两兄请必听，小弟替你来做他们。天地替我来做媒，待你知千金是哪一位？谁是我家小菊妹？一知你两兄可惜。九妹今年有几岁？他是与我同年，啊，乃是上宝台。九妹与你可相像？平毛手相我应配，看彼此身把开不开，家务中我先应在。是次多谢炎帝来牛财。两兄你花轿早来抬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谢。